喂，大家好啊，我係阿添。我認為日本咧就已經算係足球強國㗎啦。其實之前已經想講㗎啦。但係小組賽嗰陣時喺日本國家隊咧就俾人吹到超級強隊咁啦，吹大晒。我唔想喺嗰個時候出聲，好似帶錯晒個方向咁。老老實實講啦，日本國家隊嘅實力即係過得去啦，OK 啦，幾好啦。但係世界範圍嚟計咧，遠遠稱不上係強隊，有排未輪到佢啦，即係咁。今日輸完俾巴西之後咧，就更加係即係方方面面都完敗啊，俾人技術性擊倒，就更加印證咗呢一隊日本國家隊同強隊係有都幾大下嘅差距嘅。但係我今日就想講，即使巴西贏日本10-0、100-0都好啦，都改變唔到一個事實嘅，就係我想講嘅，日本已經係足球強國嚟噶啦。再次重申，國家隊嘅成績同埋係咪一個足球強國咧，就不一定畫上等號嘅嚇。即係好似英格蘭啊、荷蘭啊，甚至乎你講緊係08年之前嘅西班牙，其實佢哋國家隊嘅成績不嬲都麻麻地嘅嚇。但都唔會改變到佢哋係足球強國嘅呢個事實。咁呢個結論其實係基於咩嘢嘅理據啦？其實好簡單，你可以睇到日本國家隊嘅名單入邊咧，甚至包括好多落選咗嘅球員，都講緊已經係喺歐洲聯賽征戰㗎啦。但係僅僅呢一點就唔代表到啲咩嘢嘅。我想講嘅係嗱，韓國又出咗孫興文係咪？或者而家李康仁啊，但係佢哋都係自細就自己出咗國，接受外國又或者係佢哋家庭唔係咁一樣嘅訓練嘅。但係你睇下而家嘅日本喺歐洲踢波嗰班球員，除咗久保建英叫做係由細出咗去咗巴塞之外，剩低嘅嗰一班球員，你叫得出名嘅，叫唔出名嘅嗰啲又好，都係日本足球體系出嚟嘅。即係可能佢係高中聯賽俾職業球隊上中咗，又或者直接就係嗰個球會嘅青訓出嚟嘅，甚至乎仲有啲好似阿三球王咁，讀完大學先再去轉職業都仲有。呢個就意味着一樣嘢啊，就係而家日本足球嘅體系其實已經好成熟㗎啦。個體系係包括好多啊，包括涵括咗青訓系統啊、展現嘅平台啊、職業聯賽啊、球隊嘅發展啊呢啲等等等等啦嚇。甚至乎去到成個社會嘅觀念同個結構都有關嘅喎。以上講嘅就包括但不限於是否能夠俾到啲人信心，可以俾個小朋友去踢波啊？是否有足夠容易嘅途徑俾小朋友接觸到足球？是否有足夠專業嘅意見同埋訓練去俾班小朋友去進步？是否係有一條清晰嘅職業發展可能嘅道路喺度俾人見得到？是否能夠令到冇辦法轉職業嘅球員係可以正常融入咁嗰啲其他人嘅生活或者工作？而萬里挑一嗰班咁好彩，真係成為到職業球員嘅球員，又係咪喺呢個足球職業嘅發展係可以可持續地維持到生計等等呢？以上講嘅呢一切都係決定咗呢個足球體系係咪成功嘅重要因素之一。具體仲有好多嘢可以分析嘅，就青訓呢一 part 其實都已經可以講緊講佢個幾鐘都得㗎啦，都講唔晒㗎啦。所以呢度就唔太着重講啦嚇。總言之咧，日本就用咗幾廿年嘅時間係構建咗呢個好完善嘅一個足球嘅體系，而呢一個體系就決定咗，只要你係人才，你就能夠湧現得到。所以呢一種人才嘅井噴唔係偶然嘅，而係呢個成熟體系下嘅必然。就好似前面提及到嘅英格蘭啊、西班牙、荷蘭啊等。當然要喺國家隊嘅層面有成績，而家你只能夠等運到啊。即係每個地方都有踢波嘅人才㗎啦，個體系啱，你就能夠不斷咁湧現呢一啲人才。只不過天才就要等嘅，要國家隊嘅成績好，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啦嚇。日本而家需要等到一班天才同時期出現，然之後各自遇到啱嘅球隊啊、教練啊、啱嘅發展啊、規劃啊，仲要身體健康添。同時仲要睇下其他國家咩環境咁呢一個運咧，歐洲嗰隊強隊啦，其實都等咗咁多年啦嚇，相信日本短期內都未必有機會嘅。但講咗咁多，想表達嘅就係日本以呢個足球體系為基準嚟講咧，就已經係足球強國嚟㗎啦。而家係佢哋要做嘅嘢都已經做啱晒㗎啦，係等運到㗎咋。所以中國球迷就真係唔好去話望住日本嘅足球發展啊，點樣啊，唔好話諗住羨慕啊、學啊咩都唔好諗啦，因為佢哋嘅體系咧，喺中國係冇可能行得通嘅，我夠膽咁講。即係足球領域可能有奇蹟啦，可能得都唔定啦但係成個社會結構方面好難嘅，總之好複雜，唔講嗰啲啊。所以你倒不如你瞄準啊韓國啊、澳洲呢一啲，即係你變成一個即使冇辦法成為一個人才井噴嘅足球強國都好啦。但係你揾方法去擁有一隊強嘅國家隊，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嘅嚇。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我係阿添，我哋下次再見，拜拜。